美国指控北韩卖武器予罗西亚佣兵军团，军团的头家呛讲根本就是谣言。北韩嘛强调讲无甲罗西亚有军事交易。中国解封了后，疫情清悬，上海卫生讲病院欠药欠骹手，就算因较紧，只要无介严重，拢会继续做工课。西班牙耶诞节210年历史的大考彩券昨开奖，今年总奖金是有821亿个台票，头奖是1300万台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行程已经结束啊，人已经回去到乌克兰。会程的过程当中，佮经过波兰，甲波兰的总统杜达会谈。也若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当时佮强调讲，伊的冲突是甲战争收煞。毋过，甲美国呛讲，提供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系统是真旧的系统，甲罗西亚新型的飞弹根本就袂比值。讲要收煞的人，佮安尼讲呛，这甲听看有几句。结束历史性访美行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登去乌克兰进前，伫波兰小可停留。波兰总统杜达日前欢迎，两人了后进行2点钟的会谈。泽伦斯基伫登去乌克兰了后，透过视讯影片感谢波兰。Дорогою додому зустрівся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ольщі Анджеєм Дудою, подякував йому, усім полякам, місту, нашому рятівнику Жешову за все, що вони роблять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нашого суспільного захисту Європи. 这场访美行程是俄乌战争以来，泽伦斯基第一摆出国访问，得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飞弹，强化乌克兰防空。G7 7大工业国组织也支持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Ein Herzstück unserer Hilfe zum Leben ist die Flugabwehr. Denn jede Rakete, die die Ukraine vom Himmel holt, bedeutet ein Stück weniger Leid für die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Deswegen haben wir uns jetzt nochmal bei diesem G7-Schalte darauf verständigt,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批评这是无路用的代志，这拖延这场冲突。佮强调俄罗斯军方已经知如何对付爱国者飞弹。Ну, 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атриотов,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тарая система, и он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так скажем, как наша. Наша-то цель не раскручивать этот маховик военн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а наоборот законч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Мы к этому стремимся и будем стремиться. 普京佮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这场冲突，无可避免牵涉外交解决的方案。不过，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回应，普京完全无表现出愿意谈判的现象，反倒会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北韩利用火车送武器去予罗西亚。美国白宫昨证实，讲北韩卖武器予罗西亚的瓦格纳佣兵军团。这瓦格纳佣兵军团的头家，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关系是真歹。虽然瓦格纳军团是无属于罗西亚国防部管，不过国际是早就认定讲，因就是普京的卡手。2014年时阵，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接起来时阵，就是瓦格纳军团头一届出任务。而且根据美国白宫的讲法，这瓦格纳军团即阵是当咧拍乌克兰的巴赫姆特地区。不过，瓦格纳军团的头家是呛讲，这根本就是谣言，是美国咧乌逼药的。北韩的外交部也强调讲，将来都无甲罗西亚有军事交易，这是一人一款话。另外，咱顶一条新闻讲到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成功摕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因这款约束，伫咧征选乌克兰军人是甲美国洗多些，佮有一人开始咧学英语，嘛会当赶紧了解美国武器的操作，会当较紧熟手。俄乌战争这要满10个月，俄军伫乌克兰国内各地前线甲俄军激烈相战，伫弹药的援助，之前有日本媒体东京新闻报道，北韩用火车送相关的军备入去俄罗斯，美国白宫伫2日嘛证明这个事实。Today, we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 has completed an initial arms delivery to Wagner, which paid for that equipment. Last month, North Korea delivered infantry rockets and missiles into Russia for use by Wagner. 美国讲暂时的交易数量未改变乌克兰的战局，也毋过有关关到北韩会继续提供更较多武器甲装备。对此，北韩透过官方媒体调中社讲，美国的指控是无根据的。伫瓦格纳军团的负责人嘛，第2日发表声明来否认。
另外，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美国甲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了后，拜登承诺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御飞弹的军事援助。对此，伫前线乌克兰士兵嘛向美国说道谢。За допомогу дякую. Чим більше допомоги, тим нам край легше буде перемогти. І те, що світ нам допомагає, ми це відчуваємо. І ця допомога надихає в боротьбі. 因为欧美国家继续提供的军事装备，真侪拢是用英文写的，为着会当赶紧知影军事武器的功能。乌克兰的军官人员嘛开始学英文，佮互教英文的老师带伫个军营内底，用熟成的方式，教乌军赶紧了解这美国制造武器面顶的相关军事用语。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支持率直直下降，风声可能明年1月初10内阁就会改组，包含牵涉政治现金的复兴大臣，等可能有5、6个官员会去互换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全球晶片市场的库存是13年来村上济。美国硬体晶片大厂美国科技甲 Intel 拢宣布裁员。南韩的三星甲 SK 海力士今年第4季嘛是有史以来业绩上坏纪录。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这阵因为感冒去看医生的人数是5年来上济，新冠肺炎甲 A 型的链球菌感染嘛拢当咧流行。卫生部就呼吁民众，若是有感冒的症头，也等者就千万唔通甲老大人做伙。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众议院针对去年1月初了的国会暴动案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啊。众议员拢认为讲，前总统 Trump 就爱担相当的责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这阵是长咧靠1个世纪间来出现一届超级暴风雪，有2300班的航班向取消，火车甲公路的交通嘛拢乱糟糟。美国前总统 Trump 时代就疫情赶走申请庇护移民的法令，本地是早日就要到期啊。所以有侪中南美洲的移民是伫咧美国甲墨西哥的边界，等要申请入境美国。不过高等法院是决定把这项法案继续实施到12月27。这寡移民有关是唔愿离开，望伫咧亚等这进程会当有奇迹。美国德州南部边境的吉兰德河樱花，国民兵由铁丝网被吉布斯装甲车严防对换的拉比移民撩水逃脱。阿尔帕索最近达港涌入9000人的规模，收容所在经济微小，组成团体资源也无够，真侪移民伫加温之下要去失等。那沿着关桥边啊，犹原有大量移民排队等申请庇护，移民大量集结，原本寄望川普时代因为疫情所实施，去着申请庇护移民的公卫法第42条利益到期退场。到时阵有更较大的机会追求美国盟，也毋过高等法院应拜登政府要求暂时保留这项法案到27，命运犹原毋知影。共和党要求拜登政府采取更较侪措施，应用特别爆发的移民潮。巴西国这边守候真久的移民感觉尚无遗憾，也毋过犹原无放弃。Estamos a la expectativa porque dan una noticia. Y después a la media hora sueltan otra noticia, entonces así estamos. Uno que tiene su familia y quería surgir, quiere sacar a sus hijos adelante, no puede pasar, no puede ingresar. Y otra cosa, estamos en Navidad, muchos están compartiendo con su familia, uno se tuvo que venir fuera de su familia. Y sus hijos pasando necesidad, pues hay un 24 de diciembre que tú no sabes. 那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州长杜斯8月伫边境用火过去临时关墙的行政命令，是遭到拜登政府提告控诉侵犯、破坏联邦土地，利益双方达成协议。州政府会伫1月初4进前全部拆除。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法国钱变薄的情形虽然无其他欧洲国家遐严重，不过前2个月通货膨胀的比率嘛已经是破37年来上界严重的啊。法国的总工会昨在伫咧巴黎上高级的百货公司沙玛丽丹举行一场200人的罢工活动，要利用百货公司豪华的形象，停下即阵百姓辛苦的生活。另外，法国铁路公司的员工嘛按算伫咧耶诞节甲新年办2场罢工，可能会有20万人的行程几乎要取消。奢侈品制造商 LVMH 集团旗下的沙玛丽丹百货公司，20点开门营业的时间一日到，就200名穿着法国总工会 CDP 红家的示威者礼拜来进行罢工。
百货公司管理人员随即以安全为理由，疏散所有伫卖场内底的人客，加大门关起来停止营业。法国10月11日通货膨胀率是6.2%，甲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是上低水平，也毋过却是对1985年以来上悬的。为了凸显高通货膨胀、高物价，互领上低基本薪水的劳工带来真大的生活压力。总工会选伫即个开7亿5000万欧元重新修理，组织600个品牌，并附对比上大百货公司来表达因的诉求。Donc aujourd'hui, on a rappelé que les salariés au SMIC qui souffrent, ils veulent des réelle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C'est pas des 3% comme on a eu l'an dernier, alors que l'inflation elle a presque doublé des 3%, ou des 0,2 en individuel que les 3/4 n'ont pas touché. Qu'on veut, nous, c'est une réelle augmentation de salaire pour tous les salariés de ce magasin pour qu'ils puissent vivre correctement de leurs fruits, de leur travail. 受罢工的影响，沙马里丹损失亚丹消息大家一天的营业额。也过法国国家铁路员工23到26，也有30到明年一个车里的2阶段罢工，冲击的是全国性的交通运输。为了23个高铁每3班内底就1班来停开，拜六亚丹这4城的高铁拢会被取消。高铁公司表示，到时阵国内外铁路甲地铁拢会受到影响。80万回乡过节的旅客，也有20万人原本订好票，因为罢工而被取消。这项的变化，和真侪必须临时改票旅客是非常的生气。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西班牙当年耶诞节有一项传统，就是卖菜罐。这菜罐的名嘛真趣味，叫做大颗菜罐，已经是有210年的历史啊。这款菜罐因过是伫咧战争时期军方用来装现金基金的方式。今年的大颗彩罐总奖金是有821亿的台票，头奖是1300万的台票。得奖的是这张控5数9控的彩罐，是一个失业的富人人得奖。伊是真欢喜讲，总算是有钱通去互因囝读大学啊！这款彩罐一张是20块欧元，大约就是650块的台票。所以讲有侪亲戚好朋友拢会合股加买几张啊！除了头奖，佫会开几落万的小奖，所以得奖的机会算真悬，是家家户户耶诞节娱乐。感谢在神的照顾，这阵幸运儿也向宾欢喜喝彩。20支西班牙各地出现真侪跟同款快乐的人，尤其最近西班牙甲其他欧洲国家同款面临通膨危机，什么拢起都是薪水无起。这时阵佫需要天顶拿来好礼物。Ahora ya tengo para la universidad de mis hijos. Ahora mismo estoy desempleada. Yo fui una de las desempleadas que estaba cobrando ahora mismo el paro. 已经发行210年，大胖子乐透上大提示就是尽量人人有奖，快乐斗阵分享。头奖金额固定是40万欧元，相当新台票1300万，扣完税了后，要差不多1060万的新台票。今年总彩金15.2亿欧元，相当新台票811亿，比去年14.1亿欧元关出一丝啊！这摆也依照传统，伫马德里皇家剧院透过开奖节目，伫亚战节进前开出，今年号码是05数9控。Todos los años hemos repartido premios, pero este año nos tocaba el gordo. 每年开奖进前几个月，就亲戚好朋友开始集资，每注20欧元，合新台票差不多650块。另外也开出小额彩券，彩金上少100欧元，相当新台票3260块。根据统计，西班牙人平均开66到69欧元买彩券，差不多是2200块左右。大胖子乐透上早伫1812年发行。迄时阵，西班牙伫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法国占领，用彩券募集战争的基金。公视新闻王文玲编译。中国解除封锁了后，疫情更严重，一些民众发烧走病院，走去药局抢买药啊，医疗系统已经强要崩盘啊！上海有一个30岁医生讲，即马病院欠药啊，欠骹手，就算讲因较紧，只要无介严重，拢会继续经落去，继续做工课。国外专家就批评讲，中国官方过去甲防疫的重点放伫咧验核酸、掠病例，无催民众做疫苗，即阵才会遮尔严重。中国放松清零政策2礼拜外以来，医疗院所发烧甲确诊人数是大大增加。前线医疗人员24小时轮班，非常无闲。上海一间公立病院30岁女医生讲，因为病人伤多，药品欠缺，常常爆发医病的纠纷，让因非常为难。因为大家都想配那些药，但是没有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在这里面。其实既耽误
医生的工作流程的进行，又耽误病人的诊治。医生努拉讲，那药品不足，医疗能力也是真不够，特别是急诊室甲感染科的负担上大。为着医生被要求轻松迈落黑线，就是讲爱继续工作。医院的要求就是，如果你是阳性，但是你能坚持或者你症状很轻的话，你还是应该就是继续在岗工作的。医疗人员有怨言，讲政府无做好配套做法，雄雄全面来放松，才互基层出现这乱象。国际间也有不少专家批评，中国过去3年来甲医疗资源集中放伫核酸检测，或是为老人来注射疫苗，所以佫雄雄放弃清零政策，互规个社会未分阴影。Then China resist having mRNA, and China did not spend a lot of effort on vaccination of older people. Instead, they spend too much effort on PCR. So a lot of observers already point out the cost of PCR almost equal to the cost of vaccination. Why not vaccine older people first? But you can see that China did not do that. 公视新闻再回变变译。新冠疫情已经要3年啊，最近有真侪国家已经无啥防疫规定啊。有专家就提醒大家，这变种病毒甲流感病毒加做伙也是真危险的。而且，就算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降低，也是真有可能的老爸母，大家也是要尽量保护家己。一区一区的尸体送到北京的殡仪馆，死者家属敢若会当伫外口等待。中国放零清零政策了后，疫情明显有升悬。就算讲中国政府因好人讲染疫死亡的人数加真济，不过学者认为讲放零的速度伤过头紧，佮加上得要来的春运，拢有可能让中国伫2023年的疫情变甲真恶劣控制。They now have a major surge, then they may clamp down again. But we are all not expecting this because the vaccine coverage rate is not that bad, and it is increasing. 即摆上重要的，就是来提升高风险族群，亲像侪伙人新冠病毒的注射率。不而个全球的真侪国家，伫经历过3年新冠疫情了后，今年头一摆伫无防疫措施之下，欢庆耶诞甲这个下年假期。来看2023年，专家提醒讲，毋若染疫了后好的这个长新冠，研究数据显示讲，若是治着长新冠了后，这款生死后并发症的风险会对咧压悬。Even increased risk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creased risk for Alzheimer, increased risk for stroke, cardiovascular, so heart. But even some data show increased risk of diabetes and other issues. 专家认为讲，就算新冠病毒已经对大流行演变做地方流行，不过绝对无代表讲这个警报会当解除。新冠病毒会一直活伫咱的生活当中。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来研发后一代的疫苗，希望会当伫个未来1-2年内，通透过注疫苗来得到免疫。公视新闻郑依仁编译。咱台湾的生活真利便，就算无用走菜市啊，超市嘛当买到青菜水果。不过美国的地铁看，无点价通买物件，确实是有够济。所以，福州有慈善团体是招居民利用社区的空地啊种青菜水果，希望利用这款方式，让民众的食食更加健康。即马有愈来愈多住伫大都市的人，会伫徛喺附近的空地，也是大楼的楼尾顶种一寡菜来家己食。大部分拢是种异样的，但是伫美国有一寡城市，民众种菜都毋是为着趣味，是因真正有这种需要。参像美国佛罗里达州这个叫做杰克森维尔的城镇，当地的居民若是要买食的物件，敢若会当去这种杂货店，内面卖的拢是汤仔饼啊，佮有罐头这种加工的食品，完全无得卖青菜甲水果。This community has a food desert. There's like one grocery store within a certain mileage. 根据统计，全美国有差不多3900万人住伫这种叫做食物沙漠的所在。大部分居民拢是白人以外人种，收入较低，社区内底无大型的卖场。民众若要买青菜水果，就只好开车开真远去其他的城市买，非常无方便。长期以来，真少食青菜水果，对居民的健康嘛会造成无好的影响。Black people, we suffer most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diabetes, heart disease, and that's all related to what we're putting
into our bodies. 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当地一个非营利的慈善团体开始找民众来做志工，伫社区内放地啊，家己挖土种菜，而且应用上环保的方式，无使用化学肥料，家己饲芳来帮助花会当授粉结果子。想袂到伫这社区的小菜园种出来的青菜甲水果，拢真水阁真好食。慈善团体用非常低的价销卖予当地民众。若是无钱通买嘛无要紧，只要来菜园做志工，就当免费甲遮的青菜水果摕转去食。这个计划负责人哈德森讲，食会到健康的食物是一种基本人权。相信伫社区居民的努力之下，这个食物沙漠一定会当慢慢啊变做一个食食愈来愈健康的所在。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